Dr. Eye Care 係一部由韓國製造、世界級認證嘅眼部醫療儀器，通過韓國大學臨床測試，並獲得英國 SCI 眼科期刊發表。Dr. Eye Care 可以喺15分鐘之內降低眼壓，循環乾淨淚水，並清除眼睛裡面細小灰塵同埋脂肪分泌物，同時更獲得多項國際認可。適合11歲或者以上人士使用，安全可靠。Dr. Eye Care 除咗可以使用原裝電源接駁線之外，亦都可以使用充電寶或者係4粒2A 電池運作。Dr. Eye Care 內置4大模式，震動模式可以放鬆眼周僵硬嘅肌肉，並且循環淚水。重複按鍵就可以切換不同模式。溫熱效果好似熱石咁樣溫潤太陽穴同埋眼周，有效緩解頭痛、眼睛疲勞同埋提升專注力。重複按鍵可以切換低溫同埋高溫。氣壓按摩通過周期性加壓放鬆眼周，改善疲勞黑眼圈，緩解乾眼，刺激臉板腺分泌。重複按鍵就可以切換5種不同氣壓按摩模式。一鍵模式結合氣壓、震動同溫熱3種功能。按一下中間圓形嘅按鍵，就會啟動15分鐘嘅自動循環模式。如需暫停操作，只需按下暫停鍵即可。戴上 Dr. Eye Care 之前，請先用專屬一次性眼紙覆蓋喺眼罩內部先至戴上，確保安全衛生。如有任何問題，請隨時同我哋聯絡。感謝你選購 Dr. Eye Care，Amazing Life，富美健。